母音 A、E、I、O、U 呢啲係高音，亦都係長音。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as、a、es、es、e、o、o、o、as、as、a、r、a、e、o、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 r、r、a、e、e、e、o、o、o、呢經要拼音法嘅5步，第一步分音節、字音、帶母音、音節、字音、帶母音。第二步分音律，三個音節嘅音律規律一定係高、中、低 high mid low 中高低。第三步拼上，第四步拼下。拼每一個音節嘅程序係母音加尾音再加頭音。呢個母音係 A， 但係有個 L 喺後邊嘅話 ，L 嗱 O， 佢嘅第三音尾音就係母音 O 嘅長音，所以呢度係雙母音，呢度你唔理佢 A、E、I、O、U 呢啲都唔使理佢，冇聲。R、頭音係 R、O、R、O、R、O、低音係第二個音 R、O、T、T、係頭音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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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音係 R、S、Z、F、V、J、S 係五不改嘅聲音，改唔到前邊母音嘅聲音，所以呢度讀翻佢基本嘅短音就係 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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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音就係高音 Pastoral。而家拼下邊兩個都係低音 Pastoral。第五步第一個比較邊個讀出嚟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 Pastoral 一定係 Pastoral 係最容易、最快、最順口、最好聽。第二個比較係對比較兩個高音，呢度係 Pa、O， 睇邊度出嚟比較高，鼻嘅高中低，喉嘅高中低，口腔裏邊嘅喺中間。O、拖、O 喺呢度 Pa、喺上面出嚟，所以兩個高音都係 Pastoral。The clergy is not living up to his pastoral responsibilities. The clergy is not living up to his pastoral responsibilities.